歼16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重型多用途战斗机，自列装以来始终是人民空军转型发展的关键装备，能够与其他机型高低搭配协同作战。从外观来看，歼16采用双发双垂尾设计，机身线条流畅且具有力量感，宽大的机翼带来了出色的挂载能力。从我的位置可以明显的看出，它机翼下有多个挂载点，可用于搭载空导弹、空地导弹、反舰导弹以及精确制导炸弹等多种武器，堪称空中武器库。这种多任务的挂载能力，让歼16能够在空战中凭借先进的航电系统与中远距空导弹执行制空任务，也能够对地精准打击，还能携带反舰武器对海上目标发起打击，真正实现一机多能。歼20、歼16、歼14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多用途的空中作战体系，为维护祖国空天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。